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包含了。好的。好，我往后退。对了，高一点，高一点。好。天威啊，你做哦，也咩冇辦法吧？不過啊，我天初愛看到講文啊。3，耶！今晚眼睛要打开啊！机会。嘿，来了，恭喜恭喜！恭喜！来了，恭喜！艾迪哦，fit 到喺 video 攝種教育資源啊！做乜嘅嗱？而家可能啱開試嘢啊！冇可能，自搞笑嗱，你係試下，你水過關。我係只行嘅人啊，我對小明我有一隻交代啊。第3名一定有第4名好無？當然有啊，將來看，來冇啊，將來看，來冇啦。我天初愛看到講文啦。新聞語老係講一下件事啊。有喊，窮下泡茶啦。就走的下山不用出家了。明日典禮，嗰天留下來，高中啊，出家為清修，出題。我係陪伴的課程做唔得聽，學校啊，為牛人啊吃板柳樹，我當叫我下山咧，韓國學校冇乜嘅行政事情好做，嘅老人陪你約好嘅，你安撫呀，我會去衝過衝到天光。啊。法案都有精神的 internet， 唔懂啊，老細呢，好強下，啊，見到三大就變咗高了，瞬間可以打，要強下嘛噶。喺我3年啊，冇應該法案都有精神，用嚟搞了。你急嘛个？带第3堂3拿当赢。海校生致欢送词。校长、小丽老师、各位家长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6月是离别的季节，也是云岭国小第63届的毕业典礼。在这个凤凰花开的季节，我们将要别离。那么
啥出书，伊啥示范，我爸也着奖都很难嘅。日昂嘛，照顾人音啊，又冇照顾人音，一个啊都有看过呀。没有在校顺帮我智齿，我无可以3年嘅冰雅店里，我无可以3年啊。加油加油，唔怕，加油啊！用加油啊！加油啊！景文，高中答案，咩個事？當然係成功，係存咗下睇，立起來啦！啲裝條度哦，唔存咗下睇唔會炒，我哋啲學個，當然係搞到邊度下睇啊！我要講出嚟啦，阿孫哦，幾啲學個會議嘅學生咧，當然係咩喺會議搞到邊度啦，錯嘛？立起來啦！啊，當然都要你啦，講嘢唔要就人身攻擊啊！沈總、李總。講到這次也件事啊，我想，還是我來講法。講出去啊！講出去啊！係用佢講出去啊！喲，唔知幾多喂？我啲咧，老太家講。我咩係爭啲，按運動決勝，開到多幾，你運動村培養青島人才，基本嘅畢業典禮，唔但係咧4個同學嘅畢業典禮，也係運動決勝千年一拜嘅畢業典禮。你講乜東西哦？樣啦，有個行業歷史嘛？講乜？我發到我哋元旦教書嘅成法，就喺今份嘅募集當中結束嘅。冇想到，三本我讀到咧，一啲生命之中，真莫名其妙嘅人，韓國。佢係帶嚟難愛嘅人，唔係，甚至還較多。嘅人一天，我讀到了一群人，嘅人一天過後，我唔是個看到嘅群人。也唔是個談到三個嘅糾纏。
情也变老刺眼，头摆爱唔知，路爱奈为行，目睭唔知欣赏天堂的月光，屁股唔知鼻看拍花的清香，脑筋唔知思量人生的方向。打碰伊老爱讲，打碰伊天爱行，打碰伊老爱讲，打碰伊，打碰伊。现在就是不信司法调查就对了。翅膀硬了，你所受的训练难道没有教你不能够相信眼睛所看到的吗？生活了几10年了，难道不值得信？我还能相信谁啊？一个调查人居然说出这样的话，你告诉我，你对得起栽培你的国家吗？父比我父亲在我心目中还要重要，我绝对不会相信他会干出这种偷钱、收钱的窝囊事。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侦办的方向，还有现在的进度。但我现在可以确定的告诉你，我们对黎忠和索惠的行为已经有确切的证据。就要调查行不行？办不到。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偏袒。我只是要一个公平的答案。我父人很正直，在司法界很容易会有敌人的嘛。我绝对有理由相信他是被陷害。到最后，你还是不相信。你的同事，还有我，会给李法官一个最公平的调查角度。子佳，
是不相信你，志强。我不是不相信你。3个月，留职停薪。这是我对你这个出生入死、同梯的好弟兄最好的安排了。你知道伯父对我有多重要？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第一天认识我罗伟鸿吗？不让我调查。一样可以靠自己去干。5月初5早晨8點37分，我羅偉凡嘅名，手裡倆email開始改變。沒想到改變嘅唔單槍，我一聲音聽聽。大夢兒，大夢兒。老板娘，哎，你来了，超人在吗？在里面。哦，今天生意不错哦。谢谢。個模條，管嘢挑挑無 condom，要執你乜年代？呢個都幾成喎。哦，藝術咧，係哦。開啦嚇！我卡好冇？當然好啊！明白，管音定阿文床阿文凳，呢種唔知行來嘅，等下嚟轉往生好自己同樣本事。阿伯記，頭班講咯，冇事情啦。見咩上嘅咩？還要買一套高級嘅 QQ 嘅送本機。誒，兄弟，唔好開翳啦，唔想按到就按少，得班藝把做生意，即本嘢睇點會變下去？咩情書啊？哪在叫來嘅？超你呢你！被召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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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啊！有唔不要啊？你不要啊！放假了啊！看哪个看啊？啊！大白就给我们做村长，给风水，也发生安泰的事情了，越拍越啊！我们村民就搞大呀！有啊，我有啊，我家啊，大天把教育科门的啦，佢其他人就讲，佢公文就送出去的啊。
阿健啊，俺个人做毋得穿伊迄公款仔身哈。佮囡仔吼，毋请伊请问我特殊的问题的呢。佮以后啊吼，是安尼运动出世生意呢，我全部会有特殊的问题啊。哎，唔是强啦，我硬就唔相信哦。俺哋全村的人团结起来反对哦。佮现场为了怪叔哦，肆意了俺哋云当国手啊，唔免让人行啦，你阿叔，你阿。对迄生意呢，讲啥个问题，又咪请安尼运动样有的哩。唉，囡仔吼，请村请问一个人读书的呢，迄种讲无其他学生的来读，我高想同我便宜费的啦，参嘛哈？唉，迄是迄啦，今日要卡请问要甲散咯。下山读书一定查场要2点钟呢，佮来回要4点钟呢，我咩死哦！佢中秋无爱读咧，来等你老重点秋好咧。我永远记得，我是个超民主嘅第一文面，迄个味道，迄个生意做嘅。是长江啊！嘅文面根本就无米事。吃枪枪。抢个颜料啥像个夹夹台，做咧做台人做嘅事情。用了，快色哦，两面，有没有帮美做给米西呢 ？Bingo， 我最可能要种翻译，两面哦，我条件帮你，这请到俺每个米西。开始。很冲哦，食香香哦，裝啲唇哦。吃香香。颜料啥个比咩动作？哎呀，叫做比咩？本来你变做根本嘅安样。勇敢散难特嘞，喂不奶妈。那我转去老记条笑到飞滚。喂，没啦，伊用暗刀。唔免本人大戏啦，那再唔等本人去，今暝喺遐个上映呢。影响下转。为你插播一则消息：爱国歌手邓丽君小姐因气喘病猝逝于泰国清迈，享年42岁。1987年，邓丽君穿梭于香港、台湾、美加及法国各地，已处于半退休状态。除参与慈善演出之外，甚少于公众场合露面。邓丽君所演唱过的歌曲，更是影响了全球华人。我只在乎你。及何日君再来，更让怎么了？有着只你们两个不爱老邓的称号。哇，一贝贝，打架了。我只在乎你。
坐。坐啊。我永远记得5月初8几日，阿爸很白眉，安尼阮的心山，带着眼镜嘅矮老潮人，都爱上海山铺。这是谁啊？不允当，又非学员出来。记得，不管遇到好事情，也系坏事情，就用笑去面对。会笑吗？会笑吗？我唔偏冇也爱，啊，笑啊！佢生日咧，笑。阿爸老潮人，帮我相信我做得笑，做得要幸福。按下伊咩没办法啦，按一天吼，一家救一家。哎，乜个一家救一家？哎哟，该按到啊，吃的救鸡来，一句话都唔需要讲，下做村长嘞。你个村长我哪个村长？哦，唔村长。唔讲啊，我又系救啦。就按伊咩？按你好教，这唔到学生有嘛？按自家做啊！我都唔信，个学校有学生系拖啊！个政府为老人的学校废得去，错冇？错啦！一天啊哦，希望人来拖，因为本人飞系啦。啊，顿喺稳定眼，然后伊拉系全学生喺来拖啊。哎，你要看丁丁啊，系丁丁再来拖啊。丁。呀！丁丁。你有没有上来啊？啊！系啊！哎呀有。爸爸妈妈呢？爸爸去越南出差，妈妈去上海了。他们叫我暑假先到阿公阿婆家住，以后再安排。好。当然，哼！唔去做咩啊？打天马有。阿公，不要啦！他们现在应该都在飞机上，你联络不到他们的。就是啊，打埋天，问一下嘛。阿公，付钱啦！付钱啦！付钱！哎呦，快点啊！钱啊，钱！长点啊，钱！看我吧，我妈呀，cái mỏi哦，就被中坏去啦。你看，本丁丁一3年就中了啊！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啊！技校哦，哎，要通知我们啦，去把丁丁接回来啊！哈，我可以自己回来。去年我也自己搭飞机出国游学，No problem，我已经够大了。来，握一下，欢迎回来哈！你看用了。啊，云顶国小招生哦，你村长不卡快是做去啊？老丁今天户口哦，钱赚了，哎呦，云当还走神了，上面还没配啥挺多啊，知道吧？有样哦。爸爸赚了啊！有俩赚了。大蹦伊，大蹦伊。小妹子。啊，上心爱啊！
下脸哦，听说要好好照顾亲吻呢。个头发啊，应该才吃屎嘞，那个毛汗气啊，就是。老妹哦，根本唔土啊，但系你好毛汹涌啊，错啊，你好毛汹涌诶，你下个头哦，就较甜甜的啊。 亲吻哦，你要去试下好好读书诶。唔是啊，亲吻第3档啊，好多的事。那又买好啦，见你讲哦，我比较嘿。咩人讲啊？我会晒啊。甲迄抗议用的天天啦，我迄假装非装咧。 我迄唔係佢飛教，乜人敢飛哦？我啲潛技素養。喂，辛苦啦，介紹你哦。爸，你講到咪哦？佢係愛嘅毛誒，你阿做咧照顧佢，就本愛照顧，安尼。 吃煙頭的啊！我唔會吃煙，我啷講啦？我絕對唔會留孫哦，搞半日嘅事搞咁嘅唔朋友啦。我不管老娘嘅死活強下啦。誒，天會都唔係見到前腳咩啊？絕對唔會讓佢想啊！誒，都係讓佢苦痛，唔係前面負責啦。 唔掉都冇，冇講啊？唔是。哼！我真講啦，你要。你們兩個都一樣。我哋唔點樣嘅事。幫手想一下啦。阿肥，叫老母嚟接啊！顺便准备团体。这样搞，我到底要活几岁？我自己来，长命百岁。最好是啊。阿红啊，你表情怪怪的。哦，是不是因为了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，花太多钱，心疼了啊？冇啦，爸，錢冇乜嘅，你終於出貨，嚟，分數你。謝謝啊。唔係。 爸，我麻煩差唔多，有主角哦，係一線嘅心意 ，Happy Birthday，生日快樂！阿肥，好想年串燒，我喺行卡上跳，不過花嘅錢唔好亂花。愛是冇亂花咯。對呀，我們家兒子啊是出了名的愛，你哦，一給錢大，你是屁給給啊？媽。 眼生唔係眼，眼生係咪為了將來做啲開嘅民宿，係冇？錯。你看這傻兒子啊，開一間民宿要多少錢啊？唉，唔可以上到 nice。
哎，小孩子有梦想，要多多支持嘛，不要老是泼他冷水。我不怕泼冷水，我喜欢被泼冷水。因为谁输哎，就怕冷水太个啊。好，我就再泼你一个冷水。你看你那个头发，都快跟老妈一样长了，该剪了吧？看我们阿红这样子，干干净净、正正派派，多好，是不是？阿梅，妈，你就恨不得阿红也是你的儿子嘛？哎，我本来就是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嘛。爸，형님 말씀이一定有心事。没事啦，没事没事。형님身边先来了哈，来。谢谢。长官，收支票已经拿到了。拿到了。好，我们出发逮人。兄来。坐。来，这个啊，强生给你，这不是就留给我们家儿子。他一天到晚在厨房里弄得那油滋滋的、脏兮兮的，给他黑色比较好。妈，哎呦，唔知我哋講係拜訪，捱太多。沒有。爸，等下就變到連之後事咯。最近老這樣。爸。爸。阿公。阿爸。阿爸。怎么开啊？爸。吃太饱了，好困啊。儿子，你菜做的真好吃。你的拳呢？是。哎呦。阿飞啊。哎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你唱歌了。我跟伯母都很喜欢听你唱歌。唱乜歌啊？唱首邓丽君的。好，有冇唱咧？好。我将会是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
爱情甜如蜜，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，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？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，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。除了你，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这么晚还有客人啊？我去看看啊。谁呀？大蹦伊，大蹦伊。先生，先生，你们要搜什么啊？先生，哦，这些是你同事吗？哦。李法官，我们要请您协助调查法官索贿案，请您跟我们回局里一趟。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清清白白的，我们怎么会索贿呢？啊！外套、拐杖。应该冇事情哦。没事情了。我可以走了。老公，我相信你。阿飞，其實我做乜解講下把拿詞？嗱，我要叫答案。
5月初5今日暗晡，我半梦睡空，我半梦到太水大地好高，不过我一生人没离开云淡，我想起来，也从梦像暗示了马改变的。太自然生活会讲，太自然嘅规矩都奇怪，因为记做记嘅，无乜嘅道理好讲。云当中嘅秘密，咪系太自然嘅秘密。你要去哪里？乜雞都唔嚟講，幾本嘢我嘅，萬一出事情嘅。哎，小偷！小偷！哎，小偷！我在执行公务，我有权利用你的交通工具。这里不是你逃避的地方。不熟，我张雷。大家一直守着那个，第一次在地。以前没做的，要是现在再不做，以后就来不及了。我不喜欢有秘密，但是我喜欢跟你之间有秘密。你说的话好难懂哦，但是我蛮喜欢的。慢慢来看改起你很美很可能对将来不敢有给不人想流费，你爱这个表下你，唔讲的没有人陪，爱同解对，你这个人敢没安用，从早的走过。是有人爱你动情，依旧不是对爱暗用认真，爱这个人会关心，关心一点够多用半心，天气变热，爱给相亲，都分享感一张。